台东观光，并消息国旅大饭店补助加上生日券，去离岛住2暝，上济会当省3700。5岁巴勒斯坦囡仔要离开加沙，当着以色列轰炸，甲救护人员拢总死亡。过2冬，以色列才承认讲是因做的。美国药厂默沙东甲莫德纳合作，针对癌症的患者做专门的疫苗。第3期的临床试验达到标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中非共和国一座金矿放气灾情真严重，已经有900人死亡。迄当阵是有人用手机翕到现场的画面，有真侪工人未负刀声去互土石带去。对这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有真侪工人伫咧金矿做工课，想袂到边仔土壁煞是熊熊放气，工人根本都未负走。当地官员表示讲，目前也有人失踪，风带伫咧土角下骹，死亡的人数恐惊会阁千悬。其实中非共和国伫咧这款小规模的挖矿是有真侪所在，不过设备疗效、安全防护无够，挖矿的产业阁有安全问题，长期拢无受到重视，所以讲不时咧发生意外。来看2当前，一个5岁巴勒斯坦的囡仔是甲伊的亲人赛车要离开加沙，不过却是去当着以色列轰炸，掉伫咧车内。迄当阵，伊是有敲电话叫红星月回来救伊，救护车到位的时却找无人。结果过12天，这个囡仔却是甲去救伊救护人员拢同齐去互发现讲已经死亡啊！这个故事即阵拍做电影，但是过2冬外，以色列的国防军才承认讲，这代志是因的人做的，宣布要刑事调查。不过，这囡仔阿嬷根本就无相信讲，以色列的司法部门有法度甲因讨证据。穿桥式的洋装，头壳顶搁戴一个头毛箍啊！5岁巴勒斯坦的查某囡仔辛迪，伫咧镜头头前，手插伫咧腰，看起来真有自信。伫咧翕相机头前，伊拢是安尼笑眯眯。啊，毋过即个单纯的囡仔，竟然嘛真做庆下的亡魂。当时，辛迪甲伊厝内底的人，去互以军要求赛车离开加沙市，伫咧半路中去互以军用大炮攻击。当时车顶有真侪位亲人当场来死亡，敢若剩15岁标志甲辛迪活落来，2个已经惊甲神魂无条体查某囡仔，伫咧亲人的遗体边啊，甲手机摕出来。卡互巴勒斯坦的红星月会来化救人，嘛留下70分钟的录音。对话内底会当听到一声搁一声的庆声，会当想到当时2个姐妹啊是大阿尼啊惊吓。就伫咧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了后，所有的人竟然拢失去联络啊！伫咧12天后，包括辛迪、标志、厝内底的人，甲真侪位救援人员的遗体，才去用找到。现场的汽车至少350个清空，这嘛是平民甚至是囡仔去互杀害的证明。辛迪死亡的消息，互国际社会是非常的愤慨。突尼西亚导演卡劳瑟尔宾汉耶，甲伊的故事拍做一支纪录剧情片《辛迪之声》，伫咧去年摕到第82届威尼斯电影的评审团大奖金狮奖。嘛，伫为奥斯卡也个英国电影学院奖等等重要的奖项。导演形容这支片是一个关系武力感的电影，啊，毋过嘛是行动的呼吁。伫辛迪过身的2冬半后，以色列总算对这件代志启动调查。以色列的国防军19发表声明，讲 IDF 有义务调查战争中间发生的特殊事件，嘛委托军事警察刑事调查处来展开刑事调查。啊，毋过辛迪的阿嬷讲，因无相信以色列的司法机构会当还予因一个公道。احنا كعائلة ما نطالبش بس بحق هند جزء من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جزء من أهل غزة. احنا بنطالب بحق هند وبحق أطفال غزة بأكملها، بحق كل حاجة بتصير من أحداث أو جرائم ترتكب بحق أهل غزة. 辛迪的阿嬷嘛呼吁，除了对伊的乖孙去用杀害的过程做调查以外，国际社会嘛应该针对以下战争中间几十千个加沙囡仔去互杀害的事件来启动调查。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来看美国甲伊朗的局势，美国总统 Trump 是宣布讲要发动有史以来上有毁灭性的经济制裁，要互伊朗家己帮盘。
川普放掉任何协助伊朗的国家，也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制裁。美国和伊朗的临时停火协议伫17到期，但是美伊的情势同款无啥物变化。美国总统川普19伫个社群媒体真实社群内发文，表示讲无人亲像伊安尼，互伊朗遮尔好的机会去达成协议，但是伊朗却无把握机会，因会对伊朗来发动经济版的诺曼底登陆。川普讲会展开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上有毁灭性的经济行动，是较早毋捌有的规模的经济战争和孤立，因为这个措施会互伊朗无法度运作。And we have very draconian sanction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Right now, the strait is open. A lot of boats are coming through. People aren't reporting that, and that may slow down a little bit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a lot of boats are coming through. 川普的发文强调讲，任何向伊朗来提供援助的国家，不管是以金融机构、企业、机场，还是政府实体的各种形式，只要有援助，都会做连做，爱面对真严重的经济制裁。另外，对伊朗的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的额度、现金转移、换外汇的所在、登记准的所在、空壳公司等等，拢必须停止。对这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是用社群平台 X 来回应，认为讲川普的宣言是要转移民众对美国家己经济危机的注意力，这进一步的施压会失败。伊朗的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认为川普的言论受限，讲伊朗早就已经完成规避对外贸易和金融限制的方法。英国金融时报是报道伊朗革命话对即马当地苹果，若爆发新一轮的全面的冲突，造成冲突升级的时阵，会扩大反击的范围，无排除攻击美国伫欧洲的军事目标，也是攻击荷姆兹海峡水下公潜电缆。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亚洲这边，美国总统川普是讲，伊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交情真好，今年有可能会见面会谈，同时佮批评南韩无愿意协助美国甲伊朗休战。不过，虽然时间有缩短，不过美国甲南韩有关是有联合演习，这就互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批评美国有愿力去诉抗。美国总统川普19参观北京新起的直升机停机坪的工程，也伫有空总统帕吉的花岗岩签名。川普介绍北京整修计划时，讲到伊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真好，今年也会甲金正恩会面。川普也讲到北韩有57粒真厉害的核武器，引发外界的关注。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 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 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川普16日时讲，因为南韩无愿意协助美国应应伊朗的战术，下令缩小美国甲韩国的联合演习。军演提前伫2日结束，比原本早1礼拜。外界分析，川普除了向南韩施压，也可能是向金正恩表达善意，互北韩愿意重新谈判。尤其美国甲伊朗的战术无进展，甲金正恩重新接触，可能互川普找到外交突破的好机会。Now, I didn't like the fact that we're doing these massive military exercises really against North Korea. It was an exercise against North Korea. When I'm friendly with him, when we have, I don't see anything happening for certainly 2.5 years.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with me. But I don't see anything happening. And I was not happy when South Korea said, no, they're not interested in helping us with the Hormuz Strait. 不过，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19透过北韩的官媒表示，虽然美国甲北韩的领导人交情好，不过缩小军演并无代表军演都无得意，都唔是咧起空。伊也表示，伊唔知影两国的领导人最近敢有联络。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甲金正恩会谈的时间，分析是今年11月 APEC 期间。地点可能是中国侵入，不过相关的规划该确认。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为着带动平常日国内旅游，观光署是推出补助，今仔日开始就会当伫咧网络登记，9月就会当开始用啊。平常日若是住饭店，本岛是补助800，离岛补助1000；若是住2暝，这第2暝是补助1200到1500。只要是小连续2天就会使，住无共间饭店嘛袂要紧。另外，还有迄生日券的部分，1暝是当补助1200，1个月会抽1000个人。这生日券是9月7日会当开始使用，会当一直用到年底。所以讲，若总讲你有抽到生日券，平常时去离岛住2暝，上济就会当省3700，自由行甲队团拢会当使用。
为着鼓励民众平常日佚佗，加上海外高消费客来台，交通部观光署20日公布平常日国旅住宿优惠办法，主要行甲团体旅游拢有优惠。台湾国内旅游现在的价格都太高了，就是平日的住宿价格都太高，所以如果有补助的话，确实可以吸引我去一些地方观光。因为我们是服务业，所以平日放假比较好放。然后如果有这个补助的话，就是可以刺激大家去国旅。观光署表示，为9月初1开始，平常日都是礼拜到拜四，无含固定假日加连续假日。民众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暗上济补助800，第二暗各段上济补助1200，离岛地区第一暗1000，第二暗各段是1500。另外，还有奖助生日券，民众若是上网络登录，每个月会抽出1000个，每人会当接拄住宿金额1200块，还会当甲平常日的住宿奖助做伙使用。留宿跟不留宿，它的产值大概差了4倍，所以我们这次最主要是想把大家再找回来。因为呢，如果只有2天1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最适合的就是3天2夜。若是公司举办员工国内旅游2天1暝，也会当得到旅游奖助金，每公司奖励每团2万块，上最申请6万。另外，为了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灯游会展奖励旅游，也甲未上来台。针对要来台湾的旅客，有机会得到5000至3万不等的奖助金额。观光署是讲，国内旅游补助登记为20开始，民众会当上网络登录，而且平日住宿搁加生日券，整体计划会当增加400万人次的国内外旅客，产值大约达到180亿。记者采访报道。中国的国台办暂时批评台湾拒绝东方航空申请的8月21西安往回通航的包机，认为讲条件太过严格。不过，咱的陆委会是表示，包机是为着让台商会当方便倒来过节。不过，这东方航空申请的时间并不是过年过节才拒绝。另外，是又有非洲国家刁难台湾人入境。乌干达是用一中原则做理由，把4个台湾人的护照扣起来。经过外交机关甲当地商会协调，护照已经行难。为了争取跨国直航航班方便台商往回两岸，上总理事长柯书博讲，要向陆委会甲民航局建议，以双包机后直航的方式增加航班。不过，中国国台办20记者会讲，东方航空要向咱方提出西安来回通航的包机申请，互人以无伫这日包规范围内的理由拒绝。这个咱方申请条件伤严，民众甲业者看得到煞接袂到。因为8月21号大概只有中元节了没有跟中秋节还是离得比较远一点。那包机是为了方便台商啦，只要符合规定我们不会为难自己人。根据咱国民航局的规定，目前会当申请包机的节日范围是清明节、5日节、中秋节前后7天，还是春节前后14天。上总理事长柯书博讲，中国东方航空申请的是中元节包机，航班日期是8月21，确实无伫咱方同意的范围，所以就要看中秋节包机。西安申请的是用中元节，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准我也跟民航局讲，我不是只有跟陆委会讲，我是跟他说，那中秋节人家只要再提出来，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除了两岸包机议题，外交部嘛接到通报，这阵仔前后有4个摕咱国护照的人入境乌干达，互人扣留护照，互官方以一种政策要求摕中国的护照缀入境中。陆委会批评中国施压第三国扣留咱国民护照，强迫缀因是降低咱国主权。傲慢压败行为，目前经过多方的努力，乌干达把已经扣留的4本护照全部发行。监辖乌干达的我国驻索马利兰代表处和乌干达台湾商会共同全力协助，积极与乌方沟通。乌干达机场移民局已在当地时间8月19日将遭留置的4本我国护照全数发还。外交部嘛呼吁各国坚持专业甲务实原则，排除无必要的政治干扰，尊重咱国合法护照甲旅行文件，以确保双边正常贸易，也有民间的交流权益。记者采访报道。美国药厂默沙东甲莫德纳合作，研发出个人化癌症疗法，是当针对患者状况做专门的 mRNA 疫苗对付癌细胞。第3期的临床实验是成功达标，追踪的黑色素瘤的患者，搁再发作也搁有死亡的风险降低49%。
别说东甲莫德纳联合开发的个人化疗法，是将黑色素瘤患者切除的组织，透过基因定序找到特定突变，大约6礼拜会当专工设计出专属的 mRNA 疫苗，可以训练免疫系统准确识别残留的癌细胞，拢总自高版。佮配合袂骚动的免疫疗法药物，技术达共同驱动 T 细胞精准鉴别癌细胞。两间公司针对1000多名黑色素瘤的患者，用这种联合疗法做1年的大型实验。19宣布第3期临床实验结果达标，成功达到测验终点，详细数字还未公布。不过根据6月公布的第2期追踪数据，受试者癌症复发甲死亡风险已经降低49%，完全转移风险降低59%，佫无出现严重的副作用。If we're anywhere close to that, this is a blockbuster. And in general, those types of agents get approved by regulatory authorities. 专家表示，若最后数据得到审查通过，这项疗法有可能会在未来2年内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改变未来治疗癌症的方式。目前莫德纳也伫膀胱癌、腰子癌、腰鞘腺癌、胃癌患者的测验中研究这种联合疗法，表示未来1、2年内会公布真侪测验结果。另外，罗氏药厂甲 BNT 也咧做大肠癌甲腰鞘癌的相关 mRNA 疫苗试验，预计未来几年会陆续发布结果。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另外一项医疗新科技来看心脏方面呢，根据调查，在台湾心律不整的是超过600万人，当年要1万人成功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做这患者的所谓心脏分析，想伫咧虚拟的心脏顶头测试治疗方向，希望会当提高治疗成功率。这粒彩色的心脏，就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团队透过高阶的核磁共振造影以及变换个人的数据所形成的所谓心脏分析。这个技术有可能改善恶性心律不整、心室病变的治疗效果。心律不整真恶治疗，嘛是心脏向上顶去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每当伫美国大约造成30万人死亡。研究显示，透过模拟患者的心脏所谓分析，医生会当更较有效治疗。So it's a very unique tool. It isn't just that it's a twin of what's happening. It is a predictive tool. It is takes the data of the patient, predicts what should currently be done, but also predicts how it can be done, so it doesn't recur.And so the patient doesn't have to be rehospitalized. 治疗心律不整的手术，普通拢是用电烧，是一种微创手术。医生会将幼长长的管弄入心脏，经过电生理检测，找出异常的位置，利用冷热能来消除异常的组织。透过所谓分析心脏的数据，在手术进前就会当知影要电烧的正确位置，嘛会带预测手术了后的状况。These arrhythmias patients are ablated and they come back.You know, in a few months, 2 years, and they are ablated again, and more damage is done. So what we are trying to do, our prediction is pre-procedural. You know it before the procedure, you know where to go before the procedure, and it is calculated in such a way that not only captures the current arrhythmia, but it captures what could happen after the ablation. But I think this is sort of a groundbreaking approach to say, you know, upfront, we know where to ablate based on these virtual models on virtual digital twins, and therefore we could potentially make these procedures more predictable than what they are right now. 这项研究目前还在初步阶段。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敢若批准伫10名患者身上使用这个技术。研究结果显示，8个患者伫治疗了后无出现心律不整，2个患者伫康复期间敢若出现一阶短暂的心律不整，成功率明显比传统治疗的60%更加悬。未来佫需要更较大规模的研究验证，而且研究成果已经刊登伫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嘛显示医界当咧一步一步将数位模拟技术引入医疗的领域。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乌克兰罗西亚战争超过4天啊！乌克兰的芭蕾舞团明仔载开始要连续3天伫咧台湾演出，透过全球巡演的方式，除了展现乌克兰芭蕾的水，嘛要展现因乌克兰人是拍袂倒的。优雅的舞步展现芭蕾舞的力甲水，男女数十舞者演出有名芭蕾作品《天鹅湖》。因所属的基辅芭蕾舞团成立12年，巡演遍及美国、荷兰等地，展现出对角色的高度掌握力。We need to
leave this role on the stage, and it's it's such an interesting, and in the same time difficult part of your work. When I play White Swan or Black Swan, I never try to become White Swan or Black Swan because I think every person now has like different faces. Some faces which is similar to White Swan, and I have some faces which is more similar to Black Swan. 首席女舞者挑战白天鹅、黑天鹅上中角色真正难，平常练习完全袂当凊彩，因为俄乌战争继续进行，冲击乌克兰民众生活，舞团练舞也受到影响。We have a base in Poland, and also we have one b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try to practice outside of Ukraine, and it's more safety for the dancers and for their families. 就算战争影响到练舞的步调，舞团有缘要求舞技要精准到位，展现真情感情满烈的解说力度。舞团希望透过继续跨国巡演，展现乌克兰人民的稳当当徛在在，也欢迎台湾的民众到场欣赏因的演出。记者采访报道。南韩首尔是一个社区，是带真侪目睭看无的相名声，正做当地特色。不过科技的进步，真侪人当着问题，先问 AI 去找相名声问事的人减少，这算命行业开始在落座。壁顶挂五彩的形象，腊日是用点字的来表示日期。这是南韩首尔的尼亚洞，当地对60年代开始，就有大量的目暗的算命声伫遮大，甚至变做当地特色之一。上兴的是有70多位目暗的算命声伫遮甲人算命。 아유 그때는 뭐 나가면 뭐 친구를 만나고 사람이 많으니까 만나가지고 그냥 참 차 한 잔이라도 아니면 술도 한 잔 먹고 이렇게 했는데 지금은 나가도 사람이 없어요. 만날 사람이. 그러니까 쓸쓸하고 안 좋죠 뭐. 不过社会变迁、时代变化，目暗的算命声已经渐渐减少。即马当地算命声也剩无20人。因若进入 AI 时代，民众对算命服务使用习惯也当咧转变。 없어요. 노력하고 자기가 잘 판단 누구나 일생에 운은 3번은 와요. 네. 그 좋은 운을 아주 자기가 포착하면은 잘 될 수가 있고 네. 그걸 포착 못하면 영원히 놓치고 그러거든요. 네. 그렇기 때문에 노력은 해야죠. 有产业报告指出，真侪人向 AI 模型说烦恼、问问题，毋若无受时空的限制，相对来讲也较有温书，当事人较袂硬叫。另外，发生社分析，真侪传统的算命服务拢袂甲资讯放伫网络，可能爱客人食好到小报才当找到算命先本人。这也是这个行业衰退的原因之一。不过，也有算命先讲，感觉真人的算命服务才当体会到人客烦恼，并且用家己的人生经验。 互因建议，这拢是 AI 模型无法度取代的所在。公司新闻又派准编译。同款是 AI 消息，来看全世界头一间 AI 艺术博物馆，伫咧美国洛杉矶开幕。其中一项作品《生命百科全书》，是利用 AI 甲物种的数据设计做一座新世界。若是会当用观赏的，也有声音甲气味，做伙来看。 行入去展览的所在，会使看到一直变化流动的光影世界。真大浸水式的投影，把规个空间包起来，美术是伫咧热带雨林同款。观众每一摆呼吸，每一摆机体震动，拢会即时化作是光影的色料粒子，改变眼前画面的色彩甲线条。这座超过700平博物馆，是真出名的媒体艺术家安娜多尔甲伊的工课伴用3档做出来的。馆内规划5个展区。 结合人工智慧、环境数据、声音、气味，还佫有互动科技，要互观众进前毋捌有的全感官艺术体验。We think that AI has only prompting technologies. Actually, to art making, we can go beyond that. That when the AI is trained ethically and sustainably, there's an incredible possibilities for art making and imagination. 展览上特别的所在是用真侪来自自然界的科学大数据。
创作团队和全球上高的科学机构史密森尼学会合作，将成本的资讯用 AI 重新做出4名百科全书，观众伫咧内底行来行去，若是看展览，更较像是伫咧甲大自然对话。And to just remind everyone, this is not about replacing nature. This first exhibition is about understanding, loving, and respecting more nature. Nature, we believe,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most inspiring thing we have as humanity. 除了用看的，甲用听的，因搁甲气味搬入去展览内底，参观的人挂特殊的装置了后，会对画面的变化闻到无同款的香味，为花香、食物的香。 还有淡湿森林的味，拢甲眼前的影像斗阵进行。And we developed 12 olfactive imprints, and each scent is infused with new technologies, new raw material, new molecules. 啊，毋过 AI 愈来愈深入文化甲创意领域，讲到版权、创作者的角色，还有演算法，敢会取代人类创意的讨论，嘛愈来愈多。 这座全球头一个 AI 艺术馆，无疑误嘛变作是思考这个议题上实际的所在。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